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Lena，我又嚟到愛康健啦。上年喺度睇過咧，超級滿意啊，所以我又回訪啦。由入 lift 開始已經感受到好親切嘅服務啊！入門指引都好清晰㗎。約咗時間嘛？有啊，約咗洗牙。好你呢邊第一次過嚟定係之前有？係之前有嚟過。有嚟過嘅。係。有嚟過就唔需要登記。唔需要登記。報翻電話，跟住幫你 check 翻個資料嚇。候診區嘅環境超舒服，完全唔似傳統睇牙咁令人緊張啊！我差啲以為自己過嚟飲咖啡添啊！之後就可以跟住牙醫入去洗牙啦。啲儀器好新淨㗎，醫師非常專業，會一步一步解釋，確保我知道每一步係做緊啲乜嘢。仲有做埋呢個牙菌斑嘅測試，係一個安全又簡單嘅牙齒檢查步驟。紅色液體均勻咁樣塗喺牙齒嘅表面，等待30秒。如果有牙菌斑嘅話就會被染色。牙菌斑測試劑係一個可食用色素嚟嘅，咁所以都安全㗎。檢查牙齒表面染色情況，針對紅色殘留嘅位置進行深度嘅清潔。重點洗牙腳嘅位置，你睇下啲紅色嘅色素洗晒出嚟啊！醫師非常細心，幫我清潔殘留物，避免我妝花晒啊！治療嘅過程呢，比我想象中輕鬆，真係一啲都唔驚啊！真係超級乾淨。因為愛康健嘅細心同埋專業呢，我選擇咗喺2025年再次返嚟啦。由接待去到治療咧，每一步都好貼心啊！如果你喺度揾緊一個安心又值得信賴嘅牙科服務咧，我真係好推介愛康健㗎。學咪咪姐話齋，世界點樣變？睇牙，我淨係識揀愛康健。洗完牙之後就返香港啦，但係返香港之前咧就要買嘢返香港。我哋而家嚟到羅湖商業城下邊呢一條，哇！我相信係食街定係購物街啊？勁多手信要買返香港啦！阿媽已經交代落，一定要買雞啦，同埋燒肉啦。咁我自己好想買嗰個好出名嘅蛋糕嘅，哇！呢啲都好正喎〜